第36章第1節，以掃就是以東，伊的姓係基地下底。以掃帶迦南地的查某囡仔做某，就是迄人以倫的查某囝亞大，甲希米人這邊的查某孫安娜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瑪，佮帶以實瑪利的查某囝尼拜約的姊妹巴實抹。亞大甲以掃生以利法，巴實抹生流珥，阿荷利巴瑪生亞烏斯、亞蘭、可拉，這攏是以掃的囝，佇迦南地生的。以掃帶伊的某囝、查某囝，甲家內攏總的人，以及牛、羊，甲一切的精生，一切的財物，就是伊佇迦南地所得到的，去別所在，離開伊的小弟雅各，因為兩人所有的真多，袂通三甲徛，佮因為因的牛羊多，所騎腳的所在袂用穩定。對安尼，以掃住佇西珥山，以掃就是以東。以掃的姓係基地下底，以掃就是西珥山以東人的祖。第10節，以掃這個囝的名基地下底。以掃的某亞大的囝以利法，以掃的某巴實抹的囝流珥，以利法的囝提曼、俄抹、西坡、加坦、基納斯。丁納是以掃的囝以利法的細姨，伊甲以利法生阿瑪力，這是以掃的某亞大的子孫。流珥的囝是納合、謝拉、沙瑪、米撒，這個是以掃的某巴實抹的子孫。以掃的某阿荷利巴瑪是這邊的查某孫，阿娜的查某囝，伊甲以掃生亞烏斯、亞蘭、可拉。以掃的囝所生做族長的基地下底。以掃的大囝以利法的囝有提曼族長、俄抹族長、西坡族長、基納斯族長、可拉族長、加坦族長、阿瑪力族長。這個是佇以東地以利法所生的族長，是亞大的子孫。以掃的子孫流珥的囝有納合族長、謝拉族長、沙瑪族長、米撒族長，這是佇以東地對流珥所出的族長，攏是以掃的某巴實抹的子孫。以掃的某阿荷利巴瑪的囝有亞烏斯族長、亞蘭族長、可拉族長，這是對以掃的某阿娜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瑪所出的族長。這個是以掃的子孫，佮這個是因的族長。以掃就是以東。第20節，迄所在的本地人，就是何利人西珥的子孫記下底，就是羅丹、索巴、這邊、阿娜、底順、以察、底珊。這個是對以東地的何利人西珥子孫中所出的族長。羅丹的囝是何利、希曼。羅丹的姊妹是丁納。索巴的囝是阿力文、瑪拿哈、以巴略、示波、俄蘭。這邊的囝阿雅、阿娜，當時在飼因老爸這邊的驢，佇曠野找到溫泉的，就是這個阿娜。阿娜的囝是底順。阿娜的查某囝是阿荷利巴瑪。底順的囝是希但、以示班、益蘭、基蘭。以察的囝是辟罕、撒番、阿干。底珊的囝是烏斯、阿蘭。對何利人所出的族長記佇下底，就是羅丹族長、索巴族長、這邊族長、阿娜族長。第30節，底順族長、以察族長、底珊族長，這個是對何利人所出的族長，攏佇西珥地做族長。當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的大省，佇以東地做王來治理的記佇下底。比珥的囝比拉佇以東做王，伊的京城名叫丁哈巴。
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舍拉的囝约巴煞接伊做王。约巴死，提曼地的人何珊煞接伊做王。何珊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就是伫摩押地杀赢米甸人的，伊的京城名叫阿米德。哈达死，马苏利家人松拉煞接伊做王。松拉死了，河边的利河别人扫罗煞接伊做王。扫罗死，阿吉坡的囝巴力哈南煞接伊做王。阿吉坡的囝巴力哈南死，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的京城名叫巴乌，伊的母名叫米希他别，是米撒合的查某孙，马特列的查某囝。第40节，对以色所出的族长，照因的宗族所在名字记伫下底，就是丁立族长、阿力瓦族长、亚帖族长、阿荷利巴马族长、以拉族长、比伦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萨族长、马基帖族长、伊兰族长，这个是以东的族长，照因徛起的所在，伫所得到作业的地。这个是以东人的祖，就是以扫。